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着进前有风声咧讲，前立委林昌佐要奉派去做驻芬兰的代表，引发争议。即马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证实这个消息，也因为最近有这艺人闪做兵的风波，知影嘛咧这个林昌佐嘛有走闪做兵的嫌疑，而且林昌佐佫无外交背景，恐惊是会去引起外交基层人员的不满。 外交人事新报局近日传出，政务党籍立委林昌佐会出任驻芬兰代表，引起讨论。外交部长林佳龙19接受访问，证实这件代志。有关林长佐的人事案在办理中，那要由总统府来公告。 林佳龙肯定林昌佐伫人权外交的国际交流经验，强调总统赖清德重视价值外交。林昌佐除了熟悉国情，对台湾甲北欧地区甚至世界上推动综合外交会有真好的表现。然过在野之期，林昌佐无做兵有闪兵嫌疑，佫无外交背景，即马空降，恐惊会打击外交基层士气。林昌佐本身 的兵役闪避的问题，包含他没有任何外交的长才。兵役的问题，他本人应该会做回答。如果我们以美国啦哈，或者是说民主国家来讲哈，大使啊哈，其他尤其是基于外交哈，那由国会议员去担任啊，是非常多。不要用传统的这种外交的方式来看待，往往像过去的萧美琴、谢长廷都达到很好的成效。 我们也期待林长佐到芬兰去，也达到很好的成效。透过音乐，透过文化来进行台湾的一个外交工作。林佳龙也进一步表示，边界问题应该由当事人回答。实际打电话给林昌佐，并无得到回应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 针对基层影响，林佳龙表示，综合外交都是爱有多元人才，那是职业外交官，也个包括经贸文化各方面，也设有比例限制。近年来，由总统特任的大使还是代表有名额限制，都是咧保障职业外交官的生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